日本自卫队27进行上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要来加强离岛的联合防卫。学者分析，日本这几年对提防罗西亚本岛的保卫，转变做是注重西南离岛的防线，也就是要来应应中国的威胁。 战车进行火力射击，摧毁无语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伫前公关东附属演习场进行日本国内规模上大的实弹射击训练，附属综合火力演习，内容设定做防卫离岛，除了提升陆上战斗能力，无人机嘛加入作战。 UAV 中域を通称スキャンイーグルが広場に侵入してきました。邵友英无人机为空中收集情报，实时飞团画面，协助分析战场的状况。 H1S 目镜蛇攻击直升机是用20mm 机炮摧毁地面的目标。这个演习，那海上甲航空自卫队有参加，互人叫做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完后加入进行跨军种联合作战，拢总消磨差不多57吨的弹药，相当是2.4亿新台票。 学者分析，日本最近对俄罗斯的本岛防卫渐渐转变做西南各岛的离岛保卫，伊的目标就是要防止强军。这次他的演习的目的就是对于离岛防卫，那其实他重心放在西南诸岛的话，那本身就已经是把目标放在对中国的海空军的威胁所做的回应了。学者表示，日本自卫队当地规划用无人机代替大部分有人直升机，而且为了配合美方防止中国，也针对12式反舰飞弹加长射程，目标达到1500公里，希望会当防止强舰进入西太平洋。不过国防部公布27至28、24点钟内，拢总有查到强机8台、强舰11只，伫台海周边活动，强军对台持续施加军事压力。记者综合报道。